吓你，喂你咁快你炮我架車，你撚靚仔吓你炮我架車做咩啊？靚仔，我壞撚咗我架車，你炮我架車做咩啊？係啊，報警啊！報啦！屌你老母等你啊！一齊冇撚上，等你報警。上唔上得下？變形金剛得啦，變形金剛啊！全港都識你噶啦。算啦，由佢啦，佢都話走算啦。上唔上得下？問你。是啦，我頭車可。Hello， 大家好，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近日有網民將一段喺深圳灣的士站發生嘅爭執影片上載到社交平台，片中可見一班喺車尾貼上變形金剛貼紙、插隊、霸站、趕同行，樣樣做齊，俗稱變形金剛嘅非正式的士車隊司機，因為插隊霸佔的士車站頭位而同喺度排緊隊等客嘅守規的士司機爆發激烈口角同衝突。事發當日約傍晚時分，一架貼有變形金剛標誌嘅的士突然駛入本應用泥輪後嘅的士站入口，嗰個司機聲稱自己架車出現故障，急需停靠路邊後非常隨手就直接駛到的士站隊列嘅最前方，令站內其他等候嘅的士司機質疑佢只係想插隊。當其中一啲守規排隊嘅的士司機落車理論，試圖阻止呢位變形金剛司機霸佔頭位嘅時候，變形金剛司機隨即向對方指罵，並指責對方拍打自己鐵製嘅的士車身，聲稱對方因此令自己堅硬嘅的士受損，好似喺度表示佢架的士比自己心靈仲脆弱，最終演變成雙方大聲辱罵，互相挑釁。影片入面可見，變形金剛嘅兩位司機不斷以粗口詆毀投訴嘅司機，並咆哮挑釁攻擊自己，過程中仿佛有意美化自身為受害者，聲稱佢用手拍到我車殼裂開，我好驚佢打我啊，但實際畫面中並未見到明顯車損。投訴變形金剛嘅司機期間已經撥打報警熱線，不過變形金剛司機唔單止唔肯離開，反而繼續發生爭執。影片大約持續5分鐘，並由投訴方嘅司機全程錄影，片段事後喺網上瘋傳。影緊住你啦，屌你老母！影緊住佢我屌你老母柒頭！吓你，喂你咁快你炮我架車，你撚靚仔吓你炮我架車做咩啊？靚仔你炮我架車做咩啊？ Facebook 見啊！我壞撚咗我架車，你炮我架車做咩啊 ？Facebook 見啊！我壞車啊！咪報警咯，好唔好啊？你炮我架車做乜撚嘢啊？報警啊！屌你老母！報警啊！你老母！唔係啊，報警啊！報啦！屌你老母等你啊！一齊冇撚上，等你報警。我係真等啊！你炮我架車做咩啊？鬥我啊！屌你老母鬥我啊！你抽啊！打我啊！咩事啊？喂，唔係你先，你咪想打人先，你咪打人先。係啊！你自己講啊！你斷錄音開，呢個全程話打人啊！怕佢啦！我唔知啦，喂，我淨係知你打尖啦，喂。我打咩啫嘛？個車壞緊咗啊！咁你擺上嚟做咩啫？講嘢咯！咁你擺上嚟做咩啫？啊！嗱呢兩個啊，講嘢，壞車咪唔撚得啊！呢兩個變咁樣，哇，壞車會揸上嚟壞車嘅喎，喂，揸上嚟頭車壞車喎，嚇？揸上嚟頭車話壞車啊？哇！揸上嚟頭車壞車啊！嚇？壞咗，走，我就抽走，冇生意啊！柒頭排隊啦！頭屌你老母啦！拋得你老母排隊啦！排隊啦！柒頭換衫啊！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喂！屌你老母！你影乜撚嘢啊？頭車啊！屌你老母！你咪頭先上咯！你咪屌啊！屌啦，走啦，咪走。乜撚嘢啊？乜撚嘢啊？你走啦，柒頭！你班變形金剛！拜拜！屌你老母啦！你食屎啦你！你繼續排啦！我壞車啊！快瞓啦！我壞撚咗你瞓啦！瞓你老母咩？你換衫啊！都走撚咗啦！換衫啊！柒頭啦！喂，過嚟換衫啊！屌你老母走你老母換衫啊！柒頭！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你條傻仔機！屌你老母！影撚住佢喂，影撚住佢。你繼續啊喂！你過嚟拍我 Facebook 見啦！壞撚咗啊！佢又話打我啊！喂，係啊，壞車咪壞車走上嚟同我壞車啦！係咪而家大家知啦呢啲，大家知咩事啦？你繼續皮，大家知咩事啦？Facebook 見，飛你老母嘛飛！Facebook 保護，得走得換衫啊！咁啊走就得啦，換衫啊喂！唉，走啦，拜拜！換衫啦！咁乜你衫啊傻閪！好啦，落台，拜拜。叫你個東北來啊！扮嘢！拜拜。
我 friend 嚟嘅啫，老母！屌你老母打我啊！屌爆你老母啊！你講啦，你睇睇邊個喐手先啦，睇邊個喐手先啦，睇邊個喐手先，睇邊個喐手先，做咩事啊？睇邊個喐手先。係咩事啊？做得好，做得好。頭車上唔上得客？支持你，我支持你。OK。睇下。你冇我壞車，我要衝走。我頭車上唔上得咁客？咪走咯，得啊？咁咪走咯，得唔得？有型，叻仔， O 唔 OK？望撚清楚。咁咪走咯。得唔得？喂，望撚清楚啊！你上鏡啊嘛，中意。咪你咪走咯，唔係，喂，你頭車咪走咯，我而家哋講緊佢啫嘛。咁你行埋嚟同我講啦。我頭車上唔上得客？我壞車。我唔係同你我唔講想得客，啊，後邊都唔想上得。我係一直話佢啫。因為我哋排隊嘅。佢走算啦，冇咁你。佢走算啦。佢話走算啦，佢話走算。點啊？一陣啫。係啦，行啦。我問你想點啊？你拍緊住我架車啊！你緊到聲嘛？你過嚟睇下啊！睇啊！你過嚟睇下先。列你講唔知有好好笑啊，裂咗啊，喂，哇，好好笑真係好好笑啊！唉，唔關事，唔好講咁多嘢。喂，咩唔關事？你打尖喎而家。我打咩？我壞車，我抽走。嗱，大家知啦，啲個撚個喺度排隊啊！你去拍你架車，你會點啊？咪拍咯！你講咪講咯，使撚拍我架車啊？冇所謂啊！嚇！你拍我架車做咩啫？你有冇拍？你有冇拍？拍，佢拍我，想問清楚。我拍你架車係點？咁你拍啦，邊個拍嘅？咪拍咯，我拍。你咪拍咯，係咪你？乜衰我？乜撚嘢啊？嗱，你係咪變形金剛？喂，你係咪變形金剛嚟㗎？啊，咁撚多嘢講嘅四眼仔，我屌你老母啊！你話你上客喎，我頭先咪上乜撚嘢客啊？我呢個又係變形金剛嚟嘅，屌你老母，好撚多嘢講啊！呢個傻閪，屌你老母係。頭車上係啊，你好撚多嘢講啊你。應該影得啦，你唔好搞我先啦。你一直講緊人哋啊。變形金剛唔撚得啊？係變形金剛啊！咁點啊？影撚清楚係咪啦！黑社會嚟㗎？乜撚嘢黑社會？係咪黑社會嚟㗎你？試下社你會係。咪黑社會？同你玩下啦又。你係咪黑社會啊？又同你玩下。喂，睇撚清楚啊！喂，得啦。頭車上唔上得客？變形金剛得啦變形金剛啊！全港都識你㗎啦。上唔上得客？算啦，由佢啦，佢都話走算啦。上唔上得客？問你。佢都話算啦。我頭車可。影片上載後，網民完全一面倒支持循序輪候嘅的士司機，並踴躍分享自己同變形金剛車隊發生摩擦嘅經歷。唔少留言痛斥呢類非正式的士集團破壞秩序，一報警唔使3分鐘有警察跑過嚟，拉晒班惡勢力啦，損害香港形象。變形金剛類黑的，可以咁招搖？的士而家都搞到神憎鬼厭，你哋仲搞埋啲小圈子，到時攬炒咗自己問下自己點解會搞成咁啦。咁做又唔敢認，就係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做人做到咁為乜呢？好好地守秩序排隊揾食咪好咯。此外，唔少網民呼籲交通部門同的士管理機構加強執法力度，嚴懲插隊霸位等惡意行為，確保市民乘客同守規嘅司機嘅權益唔會被侵害。香港經常都會出現呢種自以為是嘅非正式小車隊，因此容易滋生霸佔車站、插隊收客等亂象。建議各位的士司機在遇到類似嘅情況，請立即錄影，記低車牌同報警，無謂浪費時間喺呢啲人身上。鍾意呢條片嘅，希望大家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多謝大家收睇，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我哋下星期再見。